葵花寶典。大力回國內旅行，有次喺華山度蕩失咗路，忙亂中慌不擇路，誤打誤撞之下闖進一個神秘山洞。洞入面全部都係武功招式，十足武俠世界嗰啲咁呢。大力仲疑幻疑真嘅情況之下，摸住啲石壁慢慢行，突然之間隆隆巨響，哎呀，原來唔中機關啊！兩邊嘅石壁射出利箭，大力呢就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見到前面冇路去，眯埋眼等死，突然之間跌咗落去，跌咗落一個10多尺嘅密室入面。哇！入面啊，5隻手指都見唔到，佢係攞出個火機出嚟，靠住呢啲咁微弱嘅火光，隱隱約約見到5步之內，竟然瞓住一個白骨啊！大力已經驚唔切啦，見到白骨手上拎住一本書，行前一睇，哇！佢即刻呆咗喺度，原來書上面寫住《葵花寶典》啊！若然冇估錯，眼前嘅屍骨恐怕就係大名鼎鼎嘅東方不敗啦！練成葵花寶典，天下無敵。大力竟然居然唔記得自己身陷險境，完全投入咗呢個武俠世界，心中淨係諗住一旦練成神功，天下無敵，名成利就，酒池肉林，榮華富貴享之不盡。大力已經將點樣逃命嘅念頭完全拋諸腦後，於是即刻打開寶典一睇，映現眼前嘅8個字令大力如遭雷劈，心跳加速，久久不能平復。原來嗰8大字寫住：若要成功，忍刀自宮。當知道男兒最寶貴就係嗰男子氣概，若然自宮等同太監。但眼見天下之最無敵武功就喺眼前，若然就咁放棄，恐怕會後悔終身。所謂騎虎難下，進退兩難，就係咁。大力呆坐住，思前想後，喺自宮同唔自宮之間徘徊掙扎，就係咁過咗3日3夜。最終大力始終敵唔過天下無敵嘅引誘，決定忍刀自宮。當下立定主意，隨手攞喺白骨旁邊嘅利刀，除低褲浪，眨眼之間手起刀落，一聲慘叫之後，係一陣死寂，隨之而來嘅係淒厲嘅笑聲。一陣又一陣，聞至毛骨悚然，猶如厲鬼嘅笑聲。哈哈，我就快天下無敵啦！哈哈哈，天下無敵！哈哈哈。所謂化悲憤為力量，大力強用意志忍着劇痛，流血對佢嚟講已經微不足道。眼下最緊要嘅就係速速練成神功。大力慢慢咁樣翻開《葵花寶典》嘅第2頁。電光火石之間，大力嘅瞳孔放大，呼吸停止。原來上面寫住：若不自宮，也能成功。大力急急再翻開第3頁，唔可以再睇啦！一睇，大力就完全失控，用頭猛撞向石壁。原來第3頁上面寫住8個大字：就算自宮，未必成功。激到大力嘔血，嘔血又嘔血，就係咁樣暈咗幾日。醒返之後，大力依然唔忿氣，誓要取回公道，於是再拿起《葵花寶典》嚟睇。大力慢慢逐頁翻開，發覺往後嘅頁數全部都係討論成功同埋自宮嘅各種關係。大力越諗越唔忿氣，又嬲又痛又淒慘，精神已經接近崩潰邊緣。終於翻到倒數第2頁。大力終於見到結論啊！若要成功，不要自宮啊！大力就嚟支持唔住，死去啦！佢用佢最後一啖氣，誓要睇埋最後一頁。於是佢慢慢咁樣翻開最後一頁，4隻字映入眼簾：如已自宮，就快入宮。旁邊仲有幾行小字添。作者：皇宮政事房編審，發行：朝廷編譯處，督印人：皇帝御前大整蠱研究所。
大力已經撐唔住啦，當場吐血，兩腳一伸，就此拜拜啦。